头个等下咱讲来，咱来关心总统大选。三党的候选人继续咧拼选举。国民党侯友宜是强调讲，联合政府是一定爱推动，而且伊强调伊会重用人才。也毋过，郭文铁是批评讲，国民党安尼是讲较白，就是咧操作气保。也毋过那白是拢咧批评赖清德，讲毋是讲要公开高端的合约。赖清德是继续强调讲，人民有第一权利，伊也是坚持认为讲高端的合约应该公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沿路和民众致意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初时登来到故乡新竹，车队扫街。面对民进党赖清德暗时嘛要来台北造势，郭文铁讲家己准备好就好啊。但是对国民党赵少康讲，若当选会找郭文铁来讲行政院长。郭文铁批评国民党就是在操作气保。他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那种气保，一直在为气保做铺陈。还有一点这一种话，照上康出来讲，本身就是一个失格。在蓝白合议题里面，我答应要成立联合内阁。我有一辈子对任何事情说一就是一，所以联合政府势在必行。国民党侯友宜强调，那是人才都会动用。另外，伫大选进前发生新北市的高中生和同学攻击死亡的案件，和死刑的准会，搁一摆互提出来讨论。侯友宜提出防止学校暴力四大主张，修法严管、顶改辅导、加强安检和加重刑责。各讲伊反对废死，嘛要求赖清德来表态。赖清德当选。赖清德早起是去桃园龟山寿山岩的观音寺参香，但是选择的话题犹原是高端。赖清德捌赞成甲高端疫苗的合约公开，但卫福部讲保密商业合约是5年，目前还未得到高端的同意，讲会当公布。那侯友宜批评讲是咧拍假球，郭文铁嘛批评讲赖清德做副总统，遮侪当选拢激点点，赖清德嘛重新立场。我坚定的主张，因为高端的合约已经立法院调阅过，监察院也已经调查过。基于人民知的公益的精神，高端的合约应该是要公布。另外，伊万里租厝的争议嘛未停，新北市财政局初时去现场，想要让伊厝的结果煞无法度。但是竞选办公室是批评市府无照法来通知，雄雄走来，佮对媒体来放话。但是财政局回应讲，一礼拜前就捌通知会刊的时间是照约来现刊，是当事人家己无出现，嘛无通知要改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